Hello， 大家好。今日咧買到白飯魚，一於嚟翻個白飯魚煎蛋先。主要嘅材料好簡單。首先我哋將啲蔥洗乾淨，跟住切成蔥花，跟住將5隻雞蛋放入碗裏面，然後跟住加入1茶匙嘅魚露，跟住咧就發勻佢，跟住我哋再加入1湯匙嘅生粉水。主要咧係想咧啲蛋咧冇咁容易煎起嘅時候出水。再落嚟就同啲白飯魚調味啦。我哋加入1/2茶匙鹽，少少嘅胡椒粉，撈一撈佢之後，再加入1茶匙嘅生粉，將佢撈勻。撈勻晒之後，跟住呢，我哋就將剛才嘅蔥花加入蛋液裏面，再將已經調好味嘅白飯魚都加埋入去，然後跟住呢，將佢攪勻，放喺旁邊備用。我哋呢，用平底鑊燒熱咗個鑊，跟住加入橄欖油，然後跟住將剛才嘅白飯魚蛋漿呢，就將佢放晒入去個平底鑊上面。我哋將佢呢均勻咁樣鋪平喺個鑊面，慢慢去煎佢。煎到4邊，你已經見到呢，佢起咗泡泡啦。然後跟住就試下用鑊鏟，然後跟住呢鏟下佢。離鑊嘅話，跟住我哋就可以將佢反轉。如果冇信心拋鑊咁反轉呢，可以用個大啲嘅碟呢嚟幫下手。將佢煎到啲白飯魚熟晒之後，而蛋又已經金黃色，發出香味，咁就完成㗎啦。呢一個家常小菜真係好容易做㗎，你哋都試下。最重要梗係幫我手分享俾多啲嘅朋友一齊追蹤我專頁啦。多謝你哋，拜拜。